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同烏茲別克。隨團嘅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善水資本主席及行政總裁張坤話，會與中東嘅主權基金合作夥伴於中亞投資，預料稍後公佈。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顯示到就係話，即係我哋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角色，就係話中東嗰邊嘅機構政府佢有錢嘅佢想亦都睇到呢個中亞有一個巨大嘅潛力，一個市場，一邊有市場，一邊有資金，佢需要有人去將佢哋去撮合。而我哋香港嘅企業好似我哋自己咁樣，其實就係做呢個串聯嘅工作。我哋將呢個點樣將中東嘅資金引入去中亞嗰度去做投資，而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優質嘅企業帶去呢度入邊參與呢啲項目。咁其實我哋就係扮演一個咁樣嘅角色嘅。一直參與「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嘅中國移動子公司，總部設喺香港嘅中移國際，喺行政長官出訪中亞期間，就會同哈薩克方面簽署合作諒解備忘協議，打造通訊加物流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 5G 專網、智慧調度、物流數據管理等信息化服務。中移國際運營商業務部主管陳建芬話：中亞市場近年發展潛力大，希望透過合作，既為香港帶嚟機會，同時有利中亞國家發展。我哋見到喺未來增長嘅速度上高，或者佢哋對嗰個數字化嘅需求上高咧，其實中國移動我哋 especially 我哋 CMI 啦，咁喺嗰個賦能上高，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對中亞地區做到好多貢獻，甚至乎因為其實中國或者中國內地我哋嘅 5G 市場發展比較成熟啲，咁而中亞只不過喺2023年先至推出 5G。咁喺我哋好多我哋有4萬個行業應用入邊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將呢啲垂直行業嘅應用帶到去中亞嚟賦能俾佢哋，亦都希望可以隨之我哋可以希望帶到更加多屬於香港嘅生態，可以去到當地可以服務到當地嘅公司企業。陳建芬指，隨住哈薩克等中亞國家嘅政策越嚟越開放，加上國家提供嘅服務喺當地認受性非常高，中移國際未來亦都會加大喺呢啲國家嘅投資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